各位觀眾大家好，今日係2025年9月26日星期五，歡迎收睇曼城新聞。今日嘅主要新聞有：新增全國性閱讀測驗，利曼高鐵項目延遲，巴士再面臨大規模罷工。英國政府計劃喺今年秋季公布新措施，規定中二學生必須參加全國性閱讀測驗，目標係檢視學生升中2年之後嘅學習進度。當局表示，閱讀能力係通往其他學科嘅關鍵，特別係對弱勢家庭背景嘅學生更加重要。不過，教育工會就批評學生已經要應付太多考試，新安排只會帶嚟更多壓力。課程亦可能變得狹窄，過分集中應付考核。有學校領袖亦都擔心，結果如果用作問責或者公開排名，只會進一步加重師生負擔。目前，英國學生喺升學過程中已經要經歷多個全國性測驗，包括1年級拼音測試、小學6年級 SATs， 以至中學會考同 A-Level。教育界質疑新加嘅中二閱讀測試成效有限，認為資源應該投放喺加強教學同支援學生閱讀，而唔係再加一個考試。據了解，利物浦至曼徹斯特高鐵線嘅長遠成本問題，導致項目延遲。首相施紀賢強調，承諾依然存在，但要確保做得正確。但曼徹斯特同利物浦市區嘅工黨市長一直推動計劃，指新鐵路有助帶動900億英鎊經濟增長。不過，利物浦自由民主黨批評工黨政府再次忽視北部，形容決定可恥。施紀賢否認重演保守黨取消 HS2 北段嘅情況，強調政府已經投資35億英鎊升級現有鐵路，並承諾會吸取教訓，推進北方動力鐵路，帶動地區發展。大曼徹斯特嘅 B-Network 巴士服務再面臨大規模罷工，工會 United 宣布，除咗9月底至10月初已經公佈嘅3日行動之外，再加多6日罷工，分別喺10月10日、11日、13日、18日、23日同24日舉行。今次涉及3間營運公司，包括 Stagecoach、Metroline 同 First Bus Rochdale， 超過2000名員工參與。工會指資方提出嘅加薪幅度過低，無法應付生活成本上升，強調唔會退讓，直到爭取到合理薪酬。不過營運商就表示已經改善加薪方案，部分更加提出超過通脹水平，對罷工安排感到失望，重申希望繼續同工會磋商。預料行動會對乘客造成廣泛影響，部分日期仲撞正曼徹斯特大型演唱會同活動。利物浦一間兒童醫院表示，過去5年有大約200名兒童因為電動滑板車而嚴重受傷。院方話，部分患者出現頭部同面部重創，仲有大量骨折，需要接受手術或者入院治療。醫生指出，如果加埋曼徹斯特同 Sheffield 地區涉及嘅兒童受傷個案約500宗，數字可能只係冰山一角。專家呼籲要加強教育，提醒學生同家長注意安全。警方早前已經強調，部分市民購買嘅私人電動滑板車其實唔可以喺公共道路使用，呼籲大眾遵守規定。今日嘅曼城新聞報導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如果覺得條片有用，記得俾個 like、subscribe 埋，仲可以 share 同留言傾下。如果真係想再實際支持我，可以用 Super Thanks 或者經 PayMe 同 PayPal QR Code 支持。多謝晒大家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